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唐人电视台热点互动栏目热线直播节目。由于对6月25号韶关事件的处理结果不满，7月5号，上万名的维吾尔族人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行了示威游行，受到当局的暴力镇压，导致了至少184人死亡，上千人受伤。那么，维吾尔族人为什么对韶关事件处理的结果表示不满？7月5号新疆事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中共的少数民族政策在这次事件中起到什么样的影响和作用？那么这是不是一个维族人和汉族人之间的民族冲突？今天呢，我们是热线直播节目，欢迎您打我们的热线号码发表您的意见，或者向我们现场的学者嘉宾提问。热线号码是646-519-2879，您也可以通过 Skype 和我们联系 ，Skype 地址是 RDHD2008。那首先呢，向各位介绍今天现场的3位来宾。这位呢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李天笑先生，李博士您好。主持人好。那下一位呢是北京之春的主编胡平先生，胡平先生您好。你好。那还有一位呢是资深的时事评论家陈破空先生，陈先生您好。主持人你好。那我们首先呢，请胡平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新疆事件的背景和来龙去脉。新疆事件当然有它很多深层的社会原因、政治原因。那么在近期内的一个直接原因呢，就是6月25号这个广东韶关事件。6月26号那个广东韶关事件，那次就是一个简单说就是个打群架。这个打群架就是持续了几小时之久。按照官方的报道呢，受伤的人有120来人，其中呢维族人有89人，另外还有2个维族员工被打死。起因就是最先就是说这个有人说这个维族员工调戏一个这个汉族的女职工，那么就引起这个斗殴。但这件事情上呢，它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呢，还不在于这件事本身它怎么样发起的，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当打群架开始的时候，官方并没有出来制止，以至于这个打群架持续了2个多小时，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然后呢，官方也仅仅是对死者这个遗体呢，把用飞机送回这个乌鲁木齐，然后那个还去对伤者到医院里有所探望，但是当场并没有把这个疑似带头的人或者打了凶的人带走。那么这样子，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可以想见，这个消息虽然它都传出，特别是通过视频的传出，这个流传，那就是这个在新疆地区的维族人当然就感到很不公平，然后他们就在7月50日这天举行了一个和平的一个游行。按照这个报道呢，就是官方报道，他也都不得不承认，这个游行起初是非常和平的。而据一些报道也指出，在最初游行的时候，游行的人还专门设立了纠察队、纠察线，以避免和周围的这个其他的市民发生任何冲突。但即便如此，官方还是马上就镇压，当场马上就带走了几十名人。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后来呢，还有一些游行者，另外呢，在此期间还有其他的一些人陆续加入，就和军警发生冲突。这里头就出现1个多小时之后，就出现了一些这个抗议的人，就是也许向这个警察反击，包括把推翻警车等等。然后又过了一段时间，那么这个时候当局呢就很可能就采取了更严厉的这个镇压，也在这个过程中间有可能就开了枪。那么然后这个抗议的队伍就四处溃散。那么在这个溃散过程中间，一些参加抗议的人，或者一些原来并没有参加抗议，但是为此事激起了这个兴子的一些人，那么就和其他的很多人，包括当地的很多居民，就发生了很大的冲突。那这中间呢，就很可能就造成了一些无辜人的这个伤亡。到目前为止呢，官方最先公布的数字就是说是伤亡几十人，大概死了3个。后来这个数字又变成这个140几人，那现在又变成了整个死亡人数变成了180人。按照现在他这个公布的，那就是其中的汉人占就133人，就占相当高的这么一个比例。然后其后呢，很快就是进行了这个大搜捕，不仅仅是乌鲁木齐，还是其他的一些这个维族人这个聚居比较多的地方。那么
么到现在为止呢，在这个整个过程中间，当然实行新闻封锁呀、封网啊，对很多家的这个抄家呀，这种情况呢就是层出不穷。另外与此同时呢，在不仅仅是乌鲁木齐和其他的一些地方，也都发生了一些这个汉族人和维族人的一些这个冲突事件。那么这件事情到现在来说，它仍然没有完全平息。那我们看到这个新疆事件呢，就是官方定性为一起由境外遥控、指挥、煽动境内具体组织实施有预谋、有组织的暴力犯罪。但是维吾尔族人他们说呢，这完全是因为韶关事件对维族人的处理不公，没有找出就是说就是攻击那些维族人的这个凶手，也没有进行处理，就不了了之，对此表示不满。那您觉得这个新疆事件爆发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刚才如果说按照这个中共的讲法是有组织有预谋，那这样的话，因为是他早就拿到这个资料，或者是他截获了某种这个信息的话，那他完全可以阻止这次游行。就是说当时的话，他可以不让这些游行，因为组织一次万人的游行的话，在这个乌鲁木齐啊，或者在中国的中级的城市都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说他完全可以阻止，是吧？那么再说就是我觉得这个。从这个日比雅他个人来说，他没有像这个达赖喇嘛在这个西藏的这么样一个地位，所以而且维族的话，在这个整个新疆来说，他也是其中各个少数民族的一部分，所以说他在这个国外呢，我想比较困难做这个事情，就是说所以至今为止，中共当局没有拿出证据来，这个是一个比较主要的问题。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一个就是这个事情的处理不公，就是广东韶关的问题。这个里边，首先就是说，这个这么多汉族人打了这个维族人以后，这个打的原因说是几个维族青年强奸了2个汉族女工，这个事情后来中共的这个公安局自己否认了，说没有这个事情。那所以这个原因不存在。那么又打了维族人以后没有及时处理以后，到什么时候中共才这个处理这个事情呢？是在7月5号，就是这个乌鲁木齐事件发生之后。才处理的。那么这个当中，当然维族人就不满了，所以说他就在这个发动这个万人的这个抗议示威，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就是长期的这个中共少数民族政策所造成的这个恶果。因为维族人不满中共对于他们的这个移民政策啊，他们失去生存空间啊，整个的这个兵团在那边造成了很多沙漠化啊，还有那个。就是维族人的生存状况发生恶化，那么很多人就到内地来，就包括这个广东啊，还有其他地方，是吧？都有。那么这个是一个矛盾。那么汉族人也不满，汉族人的话对这个中共少数民族就是他的倾向于给予某种优惠，比如说上学啊，其他方面都给维族人优惠。但是汉族人在这个新疆实际上也占了现在也有很大一部分这个是汉族人，他们也不满这个就是从这方面给维族人的优惠。那么就是说这个矛盾本身就酝酿着，那么一旦出现这个事情以后呢，就激发起来了。总的来说就是一个现实的一个导火索和一个长期积累的这么一个矛盾。那陈伯先生，您认为为什么韶关事件会成为一个这个新疆事件导火索呢？韶关事件刚才胡平先生做了一个介绍，我想只简单补充几句。就韶关事件6.26发生的韶关事件的惨烈程度，远远是就是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因为首先是传言，仅仅是传言，说有这个维族人强奸了汉族女工，而后面证明根本这个就是一个谣言，而后来官方说是这个戏弄挑逗，就跟一般街上的这种戏弄挑逗一样。由于这种传言，就导致了大量的汉族人的聚集。那么这个徐日场啊，当然本地在韶关，汉族人占绝大多数，汉族人就对维族人进行了包围，就发起进攻。这种进攻，他们是拿了这个汉族人抄起了灭火栓。这个消防栓、灭火筒，还有这个就是水泥路砖，还有就是这个钢筋铁棒，这都抄起来了，向维族人大举进攻。那维族人就拔出自己的刀具进行自卫或者对抗。那么这种悬殊的这种大规模的械斗下，而且这个械斗是持续了一整个晚上，从晚上25号晚上10点到26号早上6点，整个呢简直是非常惨烈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说满地都是维族人的血，满地都是维族人的血，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来说，就是说那个视频显示，事件过后半人行大的血泊有几十处。另外，这个厂第二天发动了100多名的卫生工人来清扫这个血迹，都整整用了2个小时才把这个血迹清扫出。在这个事件中，固然是一个谣言引起的这个民族械斗，
但是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政府既没有及时的阻止这个械斗，让这个械斗持续了这么7、8个小时，而没有这个有效的惩办凶手、惩办元凶，没有认真的查这个事情。而共产党他在这方面的反应，应该说处理群体事件是很快的。他出动是特警也好、武警也好、军队也好，他出动完全可以隔离，完全可以抓凶手。但就因为是民族问题，尤其是汉人进攻维族人的问题，所以这个中共在这方面完全就不加注意，也就反映了中共的一个本性：草菅人命，不以人为本，不重视人命这样一个习惯意识，完全不注意，就认为是一个一般性的械斗，因此就不加注意。但这件事情呢，就激起了极大的维族人的这个仇恨也好，或者是情绪也好，因为它传播到新疆，说广东跟新疆相距一个是东南，一个是西北，108000里，非常遥远。但是共产党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样一个事件在1周之后，居然在新疆激起有那么大的事件。所以共产党是千防万防，他完全没防到这一点，没防到这一点，他是意识形态的作怪。他的意识形态就是保持一个表面上的稳定，一个事件就是处理一次，就是叫做这个叫头痛医头啊，脚痛医脚，完全没有治标的思想，没有治本的思想。说连胡锦涛都兴冲冲飞了去参加巴基这个会议，完全对新疆这个地方不加设防，结果就发生了大规模的这样新疆的7·5这样一个大规模的事件。说这些东西跟中共的一些政策、表面化的政策，这种草菅人命的东西，跟这个就是重视一头不重视一头等等这些政策有相当的关系。说这次新疆的7·5事件直接的导火索就是韶关的6·26事件，而不是什么所谓山谷势力，也不是什么很大的民族问题等等。但宏观上来讲，你也可以分析到说，由于就像是境外维族人所说的那样，由于这个经济机会的不平等，由于文化、宗教等等方面的压制，早就引起了维族人的不满，说这个新仇旧恨加在一起，就爆发了这么大规模的事件。那我补充一点呢，就是关于这个中共对所谓这个以热比亚为首的这个境外势力的认为他们是这个策划和组织那么这场暴动的一个罪魁祸首。那这种指控当然明眼人一看就是毫无根据的。正像刚才这个田校所说，以热比亚的情况，他根本不可能具有这种能力煽起这么大一场运动。另外，你也不可能想象嘛。就像我谈去年这个说这个达赖喇嘛策划这个西藏的3·14事件一样，你怎么样去策划人家搞暴动嘛？你打电话去说你们上街去打人去杀人去，那谁会听你的？那我们打了杀了人，那就得来抓我们怎么办呢？对不对？这是不可能，不可能人去煽动一个人去做这种事情，打砸抢的事情。另外呢，再说呢，如果你中共认为热比亚是这么一个罪魁祸首，还是恐怖活动，那你就该向美国政府提要求啊，赶快把他引渡过来呀，对不对？他要不是本拉登躲着藏着找不着，对不对？他还在美国那国会那个记者俱乐部讲话呢，对不对？那这种罪魁祸首，你手里肯定是有证据的喽，对不对？你政府讲话不能没证据，你敢做那种断，你肯定有证据，你就应该先要美国政府把他引渡回来嘛。虽然中美之间没有引渡条约，但是就像也曾经引渡过一些贪官，对不对？作为个案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嘛，对不对？你到现在为止，中国政府他也不提引渡的事儿，他知道这事根本就是他抬不上桌面嘛，他无非就找一个替罪羊，用来回避他自己的错误。因为他否则他没法解释为什么会出这么大一件事情，他总得找个原因，对不对？那原因都是在发生你的境内60年统治之下，那在什么地方，对不对？他又不敢在这种事情中在火上加油的去说维族人怎么不对，所以他就只好按照这个境外。但是这种是虚晃一枪，我想连傻子都看得出来，这根本是个最拙劣的一个谎言。那我们看这次新疆事件中，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就有100多人，将近200人。那么海外的这些维族人说，有400多人就是说死亡，而且上千人都受伤。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官方呢说这是维吾尔族人他们的暴力行动。那我们也知道，就是说这次军警是带着武器去镇压了。那么在官方的这个就是说报道中，我们没有看到说是因为军方开枪导致这些人死亡。那您认为这一次就是说是这种维族人他们的暴力导致这些人死亡呢，还是说军方镇压导致更多人死亡呢？对不起，李博士。我觉得这个里边就是说这个
军队的镇压，我觉得是比较主要的，因为有几个证据哈。一个就是法国《世界报》，法国《世界报》那个讲，他说当时有一个法国的女游客在这个乌鲁木齐市，她整个一天晚上就听到这个枪声不断，而且有时候像炒豆子一样非常激烈。那这个情况就跟我们想起在那个6·4那天晚上啊，那个情况是非常相似的。你如果不到现场去，如果你在这个旅馆里听到枪声的话，那肯定是开枪的肯定是对着人打了的，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我想这是一个证据，就是说明那天晚上军队是一直在开枪。那么你想打了一晚上的这个枪，你打死多少人，对吧？如果说当然有朝天放或者没打准的，是吧？这是一个证据。再有一个证据呢，就是说中央电视台也就是央视，他报道说有一个怀孕的妇女和一个4岁的小孩，这个被榴弹打中。是吧？那么你这个榴弹从什么地方来的？是吧？你跟榴弹的话，你总不会是天上掉下来了或者什么地方飞出，你总是枪打出去的，说明你确实开枪了，是吧？那开枪的话，那就肯定有打死人，而且这么多有万人游行的话，你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你官方报道开始是156人，现在变184人，那可能慢慢的还会增加，是吧？这个就非常可疑，就是你肯定是用了这个枪，但是说是不是有这个维族人在这个里边，就是刚在里边也是有打枪或者打死人，这个也是可能的。就是说，因为什么呢？就是说，因为我刚才讲了，就中共的长期的这个民主政策是那个维族人对汉族人，就是他们有一种就是仇恨心理。其实他们不应该对汉族人有仇恨心理，他们应该就是说汉族能当官的，就是中共这个高层的人跟汉族底下的人他是不一样的。但是呢，现在打起来的是汉族的这些老百姓和这个维族的老百姓，那这个实际上是受到中共的挑动的。因为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我们从后面来推前面哈，就是中国大量的渲染，就是这个汉族人怎么遭到维族人的砍啊、打啊什么的哈，然后发了很多很血腥的这种照片。这个视频等等，这个事情一出来以后，然后很大量的这个汉族人，上千的汉族人分成几波都上街，拿着铁锹，拿着木棍，是吧？就上街，这个见到维族人就打。那么这个情况，造成这个情况，那就是说里边就是说，长期以来这种情况一直在这个宣传上，是吧？在丑化维族人。那这个维族人被描写成是比较野蛮的，会动刀动枪的，有没有文化的，是吧？对吧？但实际上维族人也受到了某种的这个歧视，是有这个优惠这一点是表面的，实际上任何的这个党政军大权都是在这个中共的这个手里边。另外的话，石油啊，大量的开发好的农田都被兵团占据了，石油的话都是这个汉族人在开发。那这样的话，维族人当然不满，所以说这个不满的情绪就是中国的政策挑动造成以后，然后又在这个事件当中。再加上这个渲染挑动，那么这样我想这个就造成了这么一种这个互相的这个斗殴发生流血事件，这是可能的。那么在这次新疆事件的流血事件中，我们看呢，就是官方没有公布到底是多少汉人死亡，然后多少维族人死亡。我们只是在媒体中看到，就是给你一种印象，好像是大部分都是汉人死了。但是维族人说呢，就是基本死亡的都是维族人。那么在这个事件中，如果是说汉族人有很多人都是死亡的话，为什么官方不能明确的报道出来，就是说有多少人死亡，因为什么死亡，是流弹，还是说被打伤，还是说被砍伤这样的情况呢？这个报道了，官方也公布了，但是它是非常迟才公布的。首先，关于这个死人，官方有几次说法。最初的报道说是死了2个人，然后几十人受伤。后来就改成这个死亡140人，有几百人受伤。第3次改成156人死亡和1080人受伤。最后今天改成184人死亡，和这个也是1000多人受伤。那改了4次，这是其一。其二来说，关于这个死人呢，这个最初中共没有讲这些民族身份，不公布，而境外的维族人指控，就说多数的死者是维族人。而且境外的维族组织也指控说，死的维族人不止这个100多，是400到600之间。光在第2大城市喀什，后来就说死了100多人。那这些都无法得到那个证实。而中共官方对民族身份、死亡者的民族身份、姓氏名谁、怎么死的，是枪伤还是刀伤还是石头伤，一直是讳莫如深。一直到今天7月10号，中共才借医院之口说，这个死的人中有137个是汉人。有45个是这个穆斯林，他回避说维族人，他说穆斯林，有1个是回民，这是中共的一个说法。那么根据中共的这个，因为中共在事件一发生之后就卡断电话线，封锁互联网，
然后对这个消息进行隔绝。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中共的执政本性是谎言和暴力，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说，我们这个数据没有办法来相信他单方面的说辞，因为没有国际社会的中立的调查，无法显示这个数据是否真实。假设这个数据是真实的，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汉族人的数字可能是真实的，137人，因为中国它不需要隐瞒汉族人的死亡。但是维族人是不是45人，这是可疑的。如果说死亡人数更大，是400和600，那维族人的死亡数字就更大。那中国呢，知道在这一个星期中，整个国际社会和国内外都在质疑谁死了，什么民族死了，死了多少人。由于这样一个质疑，中共最后在迟至1个星期之后才公布汉族人137，就表示说汉族人占大多数。如果他在最初的一时间他就知道汉族人占多数，我想他会第一时间就讲出来，因为他指控的是维族人暴力，指控的是维族人搞恐怖主义，那这不是最好的证据吗？但他迟迟不予公布，我认为他心里有鬼。而我们在最初看见的视频，当事件一发生不久，我们就看见了视频。这个视频是浓烟四起，火光冲天，而且有大的枪声，在一个固定角度所拍的视频，听到有不断的枪声。这种枪声，中共到现在为止没有指控维族人手上有枪，没有说维族人拿了枪械在打。那这个枪只能来自于中共本身，中共的武警，而这个枪声只能来自于中共武警的枪声。那么也就是说，一场和平的运动受到了中共的武力镇压，而这种武力镇压的话，它的枪声不断。境外的维族人指控用冲锋枪扫射，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这一次是个惊人的死亡，这次的伤亡是20年来，就是6次之后20年来最高的一次伤亡，而就发生在一夜之间，甚至就在几个小时之内。当时的和平请愿是在晚上8点开始的，就在趁着夜幕，第二天就突然就发现死了这么多的人，而伤者更多。说这种严重的伤亡简直是无法想象的。说这种情况，我认为最大的可能性，就中共的军警开了枪，甚至动用了扫射手段。那么他为什么要开枪呢？他就是不愿意让这个和平的示威延续到第2天、第3天、第4天，吸引整个国际社会、国际媒体的注意，外国记者的到来，然后他就不方便下手了。他不想让事件像89年那样延续到近两个月，他才开始镇压，也不想让像去年西藏事件延续了将近1周才开枪镇压。他所谓从重从快，他们内部文件一再的总结，要把事情消灭在萌芽状态，要从重从快，要采取果断措施，要怎么样。所以说极大的嫌疑就是说中共开了枪，而这些死者里边，我认为他的数据做了极大的隐瞒。所以目前这个数据来说，仅仅是一个中共官方的数据，我们无法从第三方独立方得到事实和证据的情况下，我们不能相信这样的数据。我要补充一点的呢，因为像在这一类的事件中，我们要看到这个专制政府和老百姓彼此之间的互相他们的情况是完全是不对称的。就专制政府有很多手段来整治人，那么当场开枪对专制政府来说是他只是采取的方法之一，而且对他来说是他并不愿意采取，很多情况他不需要采取的。他一般采取，他只是为了控制现场。他以后他有的是时间来抓你，来判你的刑，长期的、短期的，叫你劳改，叫你叫你劳教，开除你的公职，在监狱里虐待你，对不对？然后雇佣黑社会流氓来骚扰你，等等等等，对不对？所以他有这么多的手段，因此呢，他一般来说呢，特别又经历过6·4，你可以想，假如今天中国北京又有几万人上街这个时候共产党他不需要开那么多枪，不需要像20年前打死那么多人，因为你一枪一响，人家马上就散了，因为就怕了嘛，已经怕了嘛，对不对？他知道你会来，真的人怎么还会让你打呢，对不对？那不然他也省得在你光天化日打死那么多人呢，他下来可以慢慢收拾你。所以在这个你要考虑这一点呢，就是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他们共产党直接开枪打死的这个游行者、抗议者的数量不一定是会很大相反的呢，那些抗议的人，那些就是陷入一种就是几乎一种这个高度激昂乃至于一种疯狂状态的，他们去打人的人，他们去伤害别人，他们只能是一次性的。所以要打就使劲打，要砍就使劲砍，他们只能是一次性的。所以你要在这种情况下呢，所以他们伤亡的数量，他们对别人一些平民造成损，在一个短期之内可以是个比较高的数字。所以你必须得考虑这个是完全是不对称的，而且他要是在时间搞久了，他以后可以做到完全当场整个现场一枪不开，
因为大多数这样他根本都不需要开一枪嘛，他就给你镇压下去了嘛，对不对？所以你要考虑到这一点。相反的，凡是流血，当现场就发生流血事件比较多的地方，就我们在世界各国都看到。长沙市内里，它控制的还不是太严，所以老百姓还挺不怕你的，前赴后继的，弄得他才这种逼着开枪。他大部分情况，你看这么多年来，他很少就采取这个办法。这个并不说明他不残忍，相反，残忍到一定程度，他就可以少这么做了。中国古人早就讲出来，这种法家式的这种治理办法，就是诈劳长役，就是短期之内你可以很累，你得镇压的很凶，你搞时间长了，你就很轻松。就像我们古代成语那个惊弓之鸟，人家一个射手拿个空弓，腾比了一下，那鸟就掉下来了。那国王很奇怪，怎么会掉下来呢？一看，那个原来受过伤的嘛。这很简单的。我们有一位观众朋友在线上等了好久了，我们现在接一下洛杉矶郭先生的电话。郭先生，请讲。主持人您好。您好。三位一流的这个评论员都到齐了哈。谢谢。我对新疆这个事件哈有3点小小的看法啊，尤其就是说让我们就是说这个台湾人啊感觉到就是说有这个切肤之痛啊，就是说中共的话哈，其实帮台湾同胞是当少数民族的啊，也给台商一些优待啊，但是我们从这个新疆这个名字来看的话哈，中共时常对台湾问题说台湾自古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你看新疆这个名字，就是你从别人手里拿过来的这个疆土嘛，还是新的嘛，啊，对不对？还不是老的，还是新的。所以说这个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你从新疆去侵占了人家家园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中共的话，对新疆这个问题其实是很尴尬的。我们从他在中东的一些政策哈。对巴勒斯坦和这个以色列中间的一个政策，它是比较亲这个回教国家的，所以说这个事情让他很尴尬啊。第3点的话啊，这个中共的魔头这个毛泽东的话曾经讲过星星之火嘛，那这次的事件有一个特性，就在广东发生，在乌鲁木齐爆发啊，就拿一句这个成语来讲，就是说星星之火。啊，它可以飘到那么远，所以这中共的话很忌讳啊，很怕这个东西，所以说他才在一夜之间啊给他镇压掉啊，这是我一点浅见啊，谢谢。好，谢谢郭先生。各位观众朋友，今天我们的话题是新疆事件是不是维吾尔族人和汉族人的民族冲突？欢迎您打我们的热线号码发表您的意见，或者向我们现场的嘉宾提问。热线号码是646-519-2879。您也可以通过 Skype 和我们联系 ，Skype 地址是 RDHD2008。那请大家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弘扬纯真、纯善、纯美的声乐艺术。2009年新唐人电视台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邀请您登上世界舞台，向全球观众展现您的天籁美声。金奖1万美元，请立即报名，网址 vocal.ntdtv.com。新唐人电视台主办的第2届全世界华人小提琴大赛将于今年在纽约隆重登场。这是一个给全球华人一展小提琴才华的好机会。大赛金奖奖金高达1万美元，请立即报名。报名热线646-736-2988。比赛规则及大赛章程，请上网查询 violin.ntdtv.com。登上世界的舞台，与我们一起分享传统艺术的风采。请参加2009年第2届新唐人全世界华人钢琴大赛，奖金1万元，是才华横溢的您绝对不容错过的机会。弹奏出的是那份生命的韵律，请从速报名，电话是1646-736-2988，网址 piano.ntdtv.com。
2009年全世界中国菜厨技大赛，弘扬正统中华的烹饪技艺，传承中国深厚的饮食文化，挖掘传统菜肴的制作方法，再现中华美食的博大精深。川菜、鲁菜、粤菜、淮扬菜、东北菜，每项金奖1万美元，机会难得，报名从速。新唐人电视台第2届全球华人摄影作品大奖赛，将您眼中的世界化为永恒。报名截止日期8月31日，详情请上网查询 photo.ntdtv.com。好，谢谢各位回来继续收看。今天我们的话题是新疆事件是为汉民族冲突吗？欢迎您打我们的热线号码646-519-2879。那么首先来回应一下刚才洛杉矶郭先生他的意见啊，陈默对郭先生讲的里边最好的一点就是说，中共非常尴尬，他面临一个这个就是他对外的一个政策和对内政策是互相矛盾的。对外他是去亲近那些回教国家，好像他是很支持伊斯兰教的，这个因为伊斯兰教能给美国或者西方世界带来麻烦。但他对内呢，却是镇压回教、镇压伊斯兰的。他对外是就是对恐怖分子这个国际恐怖势力呢是暧昧的用词，但对国内呢却声称反恐。说这种自相矛盾的、尴尬的、暧昧的姿态，恰恰反映中共他没有什么原则可言，他只是有利益，就是一切有利于执政利益就行事。另外，我想刚才补充胡平先生的一点话，关于这个死人的事情是一个重大的问题。这个除了我们在视频上看到枪声不断以外，我们看到中共公布的这个视频和录像，显示没有他公布了尸体，有人死了，有人躺在街上，躺在血泊中。他也公布了一些人在推这个车，有些人在砸窗户，等等，有人在喊口号。但是在他的视频中却没有这个暴力的过程，没有谁把谁打死的过程。因为在乌鲁木齐，据我们所知，到处都是这个监控器、监控的录像，中共早就布置了这个。而且这个中共在内里是有这个除了这个正规的武警、军警这些以外，它有很多的便衣特务，遍布大街小巷，甚至街道居委会早就被发动起来了。说在这样的过程中，如果发现了维族人对汉族人大量的施暴的过程，中共一定是可以把它录下来的，而且是至少它可以有1-2个镜头，它一个都没有，完全没有。所以说我对是不是维族人这个大规模的这个杀害了汉族人表示深刻的怀疑，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中共处理少数民族手法有一个一般的模式。这个模式就是，少数民族一旦闹事，中共就派出特务分队，扮装成少数民族或当地的一些所谓歹徒打砸抢的，他非要把这么一个少数民族的和平抗议制造成一个打砸抢或者打砸抢烧杀这么一个事件，因为他生怕你这个和平抗议变得是以几千人变成几万人、几十万人、几百万人而无法控制，那么他就是要驱散你。如果他驱散你的时候，他要逮人，甚至对天鸣枪。但是如果说维族人和藏族人不像汉族人那么你对天鸣枪我就走的话，还要往上拥的话，那就开枪了。然后要抓人的时候，他如果抵抗的话，他就可能扫射了。那么这是一种状况。另外，中共一个状况就是说，他派出特务去放火。比如早在1989年，他这个中国的一个记者，官方记者唐达宪出来之后，他就写了一个东西，无检部队总司令李连秀亲自下令，叫特务大队300人立即出动，说烧毁东北一个金塔，然后攻击一个粮店，然后又怎么样引发那个藏族青年参与。等参与之后，事实后来就是埋伏在房顶和小县里的武警开始密集扫射，成百人来倒下。那么后来叫这个他的特务就撤退了雪域宾馆集中，这都是他们的官方记者唐达宪出来所写的东西。那么在去年他们是类似重演了，他们重演了这个戏剧，而国际社会包括泰国的商人华侨都有这些见证，我就不重复了。今年我认为，既然中共的本质没有变，中共的本性没有变，没有理由认为中共的方法变了。因为中国它在一些问题上反应是过度的，神经是过敏的。它新疆问题突然爆发，那么它就要快速反应。和胡锦涛又在国外，这个时候就是首先扑灭为主，而扑灭的话就要采取不惜一切的硬手段。我认为就是说，它一个是开枪射击的是第一大可能，第二个是用特务进行这个扮装成进行这个维汉两族的互相仇杀，这是第二大手段。仇杀是不排除
我们这些维族青年呢，他这个暴力反抗或者暴力泄愤也参与进去了，就像在西藏或者是这个60天安门左右发生的事情一样。那么这样一个模式下来的话呢，我认为屠杀主要是中共对维族人的屠杀，而不是维族人对汉人的屠杀。这一点我是认为从常识来判断是可以成立的。好，我们还有2位观众朋友在线上，我们先接一下新泽西州高先生的电话。高先生，请讲。主持人好，3位嘉宾您好。听得见吗？啊，听得见，您请讲。OK， 我觉得呢，第一个问题是毛泽东在处理少数民族的问题，就是一根红萝卜加一根枪，就是给他们吃饱了，让他们要反抗就打他们，就是一杆枪镇压他们，这是毛泽东对西藏的一贯政策。胡锦涛呢是靠西藏起家的，他做过西藏的那个区委书记。那么这是去年的西藏问题和今年的新疆问题，对于胡锦涛来说，他是最懂的，就是要镇压。但是我觉得一个政治家的发迹呢，从这儿发迹可能就垮在这儿，也就意味着胡锦涛政权没有参加 G7 峰会的时候，他怎样跟世界的领袖们怎样交代，他必须返回去镇压。所以也就敲响了胡锦涛的丧钟。我觉得这对中国的共产党的末日到来，可能这是一把干柴，一点就着了。这是第一个我要讲的。第二个，从历史上来看呢，维族人、西藏人可以带刀的话呢，不成其理由。汉人也带佩剑，对吧？中华民族有很悠久的历史，从唐宋元明清，元朝就是蒙族人的历史，满族呢，从清朝就是满族人的历史。实际上，这个蒙汉呢，还有这些少数民族非常和谐，不管是皇室通婚也好，这些文化交流也好，只有共产党把这个少数民族分割出来。美国是全世界最多的民族，也是最多的少数民族，包括纽约，从来看不见这些事件。所以说，胡锦涛从西藏起家到新疆走完，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去就是去推论这个问题的。谢谢。好，谢谢高先生。我们现在再接一下洛杉矶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请讲。各位先生，女士，女士好。您好。中共呢是以暴力起家的，他遇到任何重大的事件的时候，他就以暴力的手段来解决问题。因为呢，中共呢，他在教育方面，他没有人权的教育，他没有民主的教育，他没有自由的教育，这个问题呢，韩维民族这个问题根本不是问题。因为中华民族最容易跟其他的民族相处的一个民族，只要是中共，他的教育思想本质就是暴力，他暴力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他在教育人民上，他以信仰、共产主义的信仰为中心的，所以不只是说汉族跟维族的这一群暴力，就是在个体上，中国大陆很多地方。很多小小的地方，个人就打起来了，就用暴力来解决问题。他不相信司法，因为中共的司法呢，简直就是共产党的这个魔掌。他们法院、检察官，甚至他的检察机关全部是以共产党的控制之下，他没有公正，这个国家迟早会亡的。好，谢谢张先生。那我们请李天笑博士来回应一下刚才2位观众朋友他们的意见。刚才那个洛杉矶的张先生讲得很对啊，这个在历史上的话，中共是暴力起家，但是在历史不但是镇压少数民族，他对汉族首先也是镇压的，比方说在6·4当中，后来对法轮功的镇压等等，这是他的本性使然。在历史上对这个新疆的，比方说那个王震是吧？这个新疆人叫做王胡子，是出名的这个刽子手是吧？这个一提起他的话，很多这个新疆人都是这个非常害怕。这红孩子的时候，王胡子来了，大家都吓得不敢哭了，是吧？据说是这个传说哈，这个一个村庄如果说有反抗这个中共镇压的这个，如果被这个王震知道了，他派军队去叫那个交出来，不交出来的话，整个村子的话全部都扫平，是吧？全部都杀死。然后那个，但是还有一点了，说那个。就是说，后来在伊犁事件，就是62年伊犁事件有没有？就当时也是因为这个维族人不满
不满这个汉族的移民，因为汉族的移民在早期49年的时候在人口6%，后来的话占到40%了，是吧？现在是可能更多了。不满就是到这个伊犁城里边就是抗议以后，这个当时王震和这个当时的这个新疆的这个党政领导就决定要开枪以后调了生产军的兵团，很多人都发了武器。兵团原来是没有武器的，他们是农垦嘛，然后发了武器，然后镇压下去。所以这个暴力的话是一个中共这个统治新疆的一个特征，所以说会激起这个维族人反抗，同时汉族人也是不满。我要打断您一下，一会儿我们再回来继续说。我们现在有位中国大陆的张先生来的电话，我们先接一下张先生的电话。喂，张先生您请讲。主持人好，大家。您好。我觉得新疆事件不完全是维汉民族冲突，这好像就是中国老百姓和这个共产党的冲突。连去年以来，从瓮安啊到天水这个，到这个陇南啊，还有这个，今年这些什么南康啊，这些事件都是群体性事件，最后演化成最后就是这样打他们共产党定性的打抢。哎，这些事件已经好像在中国就要在新疆，共产党就说是什么在海外的人指挥着。海外人指挥离那么远，居然能指挥，共产党什么都指挥不动。关键是他现在老百姓对他的积怨太深了，所以他一有个小火星，马上就点燃了，这是最有问题的最根本处。但是动不动每次都是群众都是不明真相，被人煽动了，有别有用心的人，国际反华势力啊、敌对势力在外头操控了，这有点是好像是玩不出新的东西了。他不从自身的这个问题好好检查一下，好好检点一下自己的行为，所以造成现在中国人现在稍微哪个地方一有的围观群众一多了，最后他的警察一调动，马上就出现这种事件了。如果发生在新疆啊、西藏，他就可以赖在什么热比亚呀、什么达赖呀；发生在内地什么唐康呀、这些南康呀，前段时间的，还有前段时间不是还有一些什么那个抢尸体呢、值守线啊，这些事件其实在中国每天都在上演，只不过。对不起，张先生掉线了。我们现在再接一下观众三行者的电话，您请讲。你好，主持人你好。您好。各位嘉宾你们好。我想说几点我个人的看法啊。首先呢，第一点就是说，这一次事件呢，它是共产党的一个协共精心策划布置的一个为了阻止热比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这么一个阴谋而采取的这么一种事件。因为他们这一个从发生到共产党实行的这一个镇压，他的这一个行动如此之迅速，这一个充分的就说明了共产党首先他是有充分的准备，有思想准备，有行动上的各种准备的这是第一点。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胡锦涛呢，他刚才有一位说了在西藏做过那一个书记的时候，那么在协共的绝密文件里面就有提到了，是一个胡锦涛他曾经下令彻底的镇压了一次那个西藏的人准备要进行武装起义的那些人，就连知情者，就像那一个电视剧《雍正王朝》里面的有一个说什么任伯安把那些人全部斩草除根了，这是胡锦涛非常心狠手辣的这么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呢，我就是想说一下，中国的过渡政府啊，应该要有所作为，把这一个九平共产党呢，开展一个邮寄的方式向中国大陆的各党政军警学校各个职能部门寄送这一个灭共神弹嘛，它比原子弹、氢弹的威力更大，这个能够彻底的解体这个协共我想说的还有很多，但是呢，我也不想打扰了。好，谢谢三行者。我们现在再接一下新泽西州高先生的电话，高先生请讲。不好意思，补充3秒钟。因为胡锦涛邓小平为什么选中胡锦涛，可能大伙儿都不明白。因为我呢有很多亲戚在中共里边当高官，不好意思
我知道胡锦涛怎么起家，他就是在西藏镇压了一次暴乱以后，邓小平的这个人有能力，他那么年轻就敢心狠毒辣的镇压西藏的这个，所以才把他调到团中央的。所以胡锦涛啊，人们一看他，我经常称呼他陈锦涛，知道吧？跟陈水扁一样，想的什么做一个什么呢？不太一样。所以说，台湾出过陈水扁，中国出过胡锦涛，中国就乱套了。谢谢。好，谢谢高先生。那我们现在请李博士接着您刚才没有讲完。我觉得刚才那个新泽西高先生讲的很有道理哈。这次这个民族挑起这个民族冲突，中共它的一个很主要的目的哈，就是利用这个民族冲突是吧，来转嫁自己的危机。所以说，也可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这个中共的上钟敲响了。因为中共从现在来看呢，它这个在几个方面哈都很难再利用爱国主义做文章。比方说，在这个法国问题上是吧，通过这个去年的西藏问题，还有那个兽首破买是吧，人们都不愿意上这个。就是去抵制那个就是超市啊，对法国来说，这个已经搞不起来了。就是说，在对美国呢，这个经济上有一定的依赖关系，是吧？另外，对这个台湾问题，台湾上现在也有一定的经济依赖关系。这个因此呢，就是说，它唯一的就是国际上就有北韩，是吧？这个一点，但是它可以利用这个国内的民主问题，是吧？来这个替换原来在国际上说。不能够煽动的这个爱国主义情绪，我觉得这个里边呢，煽动起来以后，它可以把从去年到现在的很多直接针对共产党本身的这些抗暴，比方说瓮安事件，这个失守是这个抗暴，还有这个2次个体的，就是这个杨家和邓玉娇的，这个都完全是针对共产党本身，他把这个针对共产党政权的这个东西转化为一种民主矛盾。那这样的话呢，注意力转移过去了，汉族的这个民族情绪吊起来了，这样的话呢，它就成为他一个逃难的手段。我觉得这个刚才从这个新泽西高先生里边，我觉得他讲的是有一定道理。另外就是说胡锦涛的话，这个他是靠镇压这个西藏这个民众起家的。那这次的话，突然之间放弃这个G8会议回来，因为G8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是吧？他回来以后，这个事情如果处理不好的话，中共政权都遇到危机了，而且他本身可能这个也会遇到危机。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他回来，他是为了他自己的个人的权利和中共本身的这个危局才回来的。胡平先生对刚才几位观众朋友有什么要我想要补充一点，就是在整个这个事件中，其实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当维族人举行和平游行的时候，当局立刻就镇压。因为不管是先前的这个韶关事件也好，就是它毕竟是发生在民众之间的一件事情，而在这件事呢，维族人得到这个消息，不管怎么样，他们这个应该说他们并不是把他们的什么不满针对汉族的民众，而是他们首先是向政府抗议，要求政府来公正解决。你可以想象，如果在这个时候政府出面和游行的人们对话协商，那么单单是他们这种政府有这种表示，尽管这个民族问题我们知道是个很头疼的问题，很难解决的问题，但政府他能做出这么一种表示，就已经显示他多少有解决这个问题的诚意。那么以后的事情就可以避免，就可以避免，就不会发生。而相反呢，我们看到当局是马上就去加以镇压。当然话说回来，我们就可以想得很清楚了，共产党怎么会对你和平游行的跟你对话呢？他这个口子一开，他不就完了吗？对不对？你看八九说半天，他要控制的，他不能退，就是这一点。所以你从这个，所以以后发生的事情，不管人们现在掌握的信息有多么不完整，或者有各种不同的解读，但是我要强调一点呢，在使整个事情变成后来情况的，那就是在于这一点上，就是对和平游行的抗压，这个镇压。所以在这整个这个事件，由于你既然就是堵死了一切用和平的理性的方式解决问题的这种途径，那么由此引出的一切后果，当然就该由中共当局来承担。对，我想补充一点，就是刚才几个这个也提到是跟老百姓、共产党的问题，这里还有几个疑点必须补充，就是根据中共自己的官方报道，尤其是在香港的《文汇报》的报道，就报道了几个疑点，比如说有一个妇女就讲，一个汉族妇女讲说，这个当天这个7月5号7月这个晚上说因为乌鲁木齐很难找到砖头，但是就有几卡车的砖头运来了。
说为什么政府连几卡车的砖头运进来都不知道呢？所以他提出这个问题。当然，他这个后来的报道就引开就表示政府怎么样，但实际上这是一个疑点。还有一个疑点就是，共产党历来是夸大其词，对别人做的事情，他就是你没有刑事犯罪，我是用刑事犯罪；你没有暴力，我给你说成暴力，用刑事罪名来解决民主问题，那么使这个民主问题根本浮不上台面。那么他这次定性一直到现在为止，注意到官方除了别的亲国人士解读以外，官方一直在说发生了打砸抢烧暴力犯罪事件，但是他没有说打砸抢烧杀暴力犯罪事件。如果真的是维族人杀了汉族人杀得那么凶的话，中共绝对不会少这个字，他一定说打砸抢烧杀暴力犯罪事件，把杀字不会漏掉，因为他加入这个字之后，他使镇压更有理，更加有理。所以他少了这个字，使感觉到我这感到底气不足。究竟谁在杀？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可能不是维族人杀，而是中国的军队在杀，或者中国的特务在杀。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说这个中共在后来这个逮人抓人这个过程中，他没有想到一点，就第一个他没想到626事件一下刺激了新疆这么大的事件。第二个所以说他反映的就是按传统的方式，按他老的备用方案，就是马上镇压、消灭这萌芽，或者尽快把它扑灭，那么就采取了很极端的手段。后来他好像显得从容一点，从第二天开始。另外这里边还有一点，就是他没有想到的是，他在画面上反复重复这个尸首，又声称是维族人杀了汉族人，反复重复，结果他没有想到7月7号几万汉族人上街了。我认为他没有想到这一点，汉族人上街之后，中国才真正恐惧了。说这一下之后就不是一个维族人的问题了，共产党以为就是把你维族人扑灭了就行了。一个汉族人上街跟维族人进行对峙，而且汉族人是几万，人手一棍，铁棍木棒在手，攻击了维族人的商店，打了维族人，这个用石块袭击维族人的商店和住家，这事情发生了。但是在这个时候，中共却是无所作为的。而且还有一个疑点，除了中共就说开枪，这是一个重大的嫌疑；第二个，以特务手段来破坏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这个问题以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汉族人自己说的，也是亲共媒体报道的。汉族人自己说，7月5号晚上，为什么中共的警察不作为？那么中共警察不作为，是我想到去年这个西藏问题上，中共警察故意不作为，就是当时那个西藏的和平游行持续了4天，第5天的时候所出现了打砸抢烧，而警察却非常的松懈，站到一边去了，说好像让暴力事件演到一定时候再进来弄。就这一次同样出现了，汉族人就疑问，为什么汉族人自己武装起来，自己拿棍呢？警察靠不住了，打电话给警察说打110，来不了，还是管不了那么多了，什么的这个来不及，那个管不及，尤其是小巷里的，是真正管不及啊！我不认为中共管不及，因为中共小巷里有居委会、有特务、有县民，有很多东西在里面，他不见得管不及。我认为中共是故意不作为，而故意不作为是一个是先把特务，先把这个便衣特务先把事情挑起来，吸引这个热血青年、维族的热血青年进去，等维族青年一进去之后，特务分队撤出来。然后造成一些暴力事件之后，中共才好震。而且中共有一个模式，我们都知道，从6次到2次89的和2008的2次西藏事件，一直到这次新疆事件，它有个模式就是，这个未暴先震，震而后暴。就说你镇压前没有暴动，和平的起源，要跟胡平先生讲的和平起源。为什么你大量军警出现之后，你看外国记者这次没有掌握多少资料，但是外国记者就提出一个疑问：一开始是和平的，为什么是你大量军警出现之后，反而就变成暴力了、打砸抢烧，这么奇怪吗？而这个震而后暴，就你先镇压后暴乱，这个事情解释不过去。那因为镇压是为了什么？你镇压是镇压了和平的东西，你反而激发了暴力，这个暴力又从哪来的？那么你如果是从你这里来的，你要负责任；如果你的特务挑起的，你要负责任；如果因为你的镇压激起了暴力，你也要负责任。就这么一个格调。对，那么陈伯宏先生也是怀疑，就是说这一次事件到底是始作俑者是谁？那李天笑博士写了一篇文章，您这篇文章中说，这一场使中共进退维谷的血案很可能是中共自己制造的。那您是凭什么来做这样的推断呢？我想第一个就是当初那个广东韶关这个事情，那个当初也是警察是吧没有作为，这个导致这么多汉族人去打这个维族人，最后呢处理抓人是在7月5号之后，这是一个非常可疑的事情。就是说他为什么这么做是吧？那么这么做他肯定是知道就是说维族人会对这个事情不满的。那么我想这个第一点。第二点的话，中共的这个政法委情报机关他早就应该知道，就是说这个事情可能会引起乌鲁木齐这边的反响，
而且他也自己讲，就是他通过手机啊这个截落和网络，他已经知道，好像他说是国外跟这个里边的这个联系。那么你既然知道了，那你为什么一开始就不阻止呢？是吧？这是第二个疑点。第三个疑点就是说，那个据这个目击者看，当时说那个和平示威是吧？开始一直到这个就是这些这个警察军警出现的时候，镇压之后，这个里边有就是有一个另外的情况，就是说2股人，还有1股人呢就进去打砸抢啊，这些烧车啊，这些人跟这个和平示威的人似乎不是一股人。他们之间到底什么联系？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事实真相。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中共又把所有的手机联络和这个互联网的这个联络全部掐断，关门镇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然后又第2天，就是本来10几个国家的中文媒体的这个都是在那参观，马上本来要走了，6号7号要走了，然后马上就把他们调到乌鲁木齐，又进行这个采访以后发表了很多。整个看来的话，这个我虽然就是不像这个陈伯坤讲的这么有这么事先勾画的这么一个阴谋，但这需要证实。但是呢，总的印象就是说，这个确实中共在容忍，至少是众人，或者是在制造这么一个少数民族和这个汉族之间的流血冲突，以及达到他自己的政治目的。那我们看就是说，通过这种在中国大陆官方的这种教育体系也好，还是这种媒体的宣传也好，我们就说汉人总是觉得好像新疆人比较野蛮，好像没有什么不文明啊，然后很凶悍呀，经常拿刀互相打架杀人呐什么的。那么维族人就说，现在就说这种少数民族政策对维族非常不公平啊，剥夺了他们的资源，而且要把他们从这个他们的家园赶出去。那胡平先生对这个中国的尤其中共历史比较研究，那您觉得中共他这少数民族政策到底怎么样，对这种满人、汉人和中国的现状有起到什么样的影响呢？那么这次事件发生之后，那么很多人就是包括一些学术界一些人都认为，那么现有的都认为中共的民族政策有问题，但是呢，他们一般把批评的对象指向了对少数民族优惠这一方面，那我认为这个是完全，他们认为就是就不要搞对少数民族的任何优惠，根本就不要搞什么民族自治，那在我看来呢，恰恰相反。之所以导致各种这个情况的发生，恰恰在于中国当局它不尊重少数民族的这个自治，它使得这个少数民族，特别是一些和汉人在体貌、文化上有巨大差异的一些民族，比如藏族和这个维吾尔族，使他们在他们自己的家乡变成了外乡人，在他们自己的家乡成了边缘人，这样子他们就会有一种失去家园的这么一种痛苦。而这种痛苦呢，我们很多人呢，包括我们很多汉人都不太容易理解到，而其实这个是一个相当深层的一个原因。所以那个从这些事情呢，我觉得恰恰相反，我们要做的是呢，你在中国要解决这些问题，恰恰要真正的实行自治。那陈伯先生，我想问您一下，刚才您提到了，就是7月7号有很多汉族人去上街，然后他们就是说他们要去报复，而且拿起了这种工具啊什么的。那您觉得这个事态今后会怎么发展呢？对，我前不久看了一个报告，就说是这个在国内有一个公盟研究中心的一个报告，应该说是给提高官方参考的。就说这个去年314之后，这个中共的一边倒的宣传渲染暴力，反而导致了汉族跟那个藏族的对立和疏远，使平时好的关系，甚至有的是朋友都不来电话都不来往了。这次中共这个单方面的宣传，尤其是宣扬暴力，这个激起了汉人的这个对维族人的仇恨。汉人在不知道一夜之间，因为趁着夜幕，很难知道真相的情况下，汉人说这个就自己武装起来，说中共对这点尤其恐惧，他现在把汉人跟维人隔开了。这是在乌鲁木齐这个情况。另外，在喀什，在第2个城市有一个迹象，中共在喀什要求外国人离开，外国记者都离开。有些外国记者前段时间去了，挨家挨户搜出来，结果人家喀什人说什么呢？说外国人在这里最安全，没有人攻击他们，反而是汉人不安全。你中共真正认为你出于安全考虑，你干脆不把汉人撤走呢？说中共并不是保障外国人的安全要他撤走，中共恰确是要掩盖进一步镇压喀什。喀什出事之后，他可能血腥镇压的这么真相而调走。说这里面就说有很多的这个就说真相呢是被掩盖了。对。那么这个新疆事件也引起了国际的很多关注。那么国际上对这事件是主要什么样的评论呢？国际上的话，一致谴责中共这种镇压，是吧？还有这个就是这种挑动，就是说这个两个民族之间的这种流血冲突。
但是呢，就是一般来说呢，还是比较谨慎的，和这个。基本上是从事实出发。那么现在美国的话，奥巴马还有那个都已经发表了一定的这个意见，就是说谴责是吧？但是希望双方都有克制，这是一个。再有一个，比方说欧盟现在准备要讨论这个问题。另外像其他的国家，这个还有地区哈，像那个也都像台湾啦，还有其他都已经发表了这个谴责中共的这个镇压，用暴力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这种手段等等都谴责这个。好，非常感谢3位精彩的评论。那我们也非常感谢观众朋友打电话参与，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过差不多20分钟呢，在大纽约地区的 Cable 上还有类似的话题，欢迎您到时候收看。谢谢各位，下次节目再见。